各位观众，大家好，大家午安，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为大家所准备的棒球比赛。看棒球，学台语，听台语，捌棒球。我是国洲，真欢喜又搁伫礼拜下晡甲大家见面。咱这礼拜要来转播的比赛是一场新的比赛，是2023第5届三好杯，三好南华杯诶，这个高中社团棒球邀请赛。咱这礼拜赶快邀请到咱这个戴汉椒戴教练来到咱现场，甲咱做伙共同欣赏这场比赛。这南华杯伊这比赛较特别，伊是来自台湾各地高中的社团球队啦所谓的社团球队，就是伊毋是科班的伊是一般正常的有一寡有诶可能一寡名校啦包括讲即个成功高中还是讲台中一中、台南一中等等遮有名的学校。因这球员因自细汉就参加，不管是社区也好，还是学校的社团球队，真拄好因为这几冬来我甲即个戴汉椒戴教练，阮两个拢捌带过即个基站的3级棒球啦。所以阮即个转播的即个比赛当中嘛会看到过去阮带过学生。咱今仔日的比赛是由着新德馆对着苗栗馆。咱即马就先请咱即个戴汉椒戴教练来甲咱介绍这两支球队甲着这场比赛。戴教练，各位各位观众，大家午安，大家好咱头讲过讲，这届球队这个比赛比较特别啦特别原因就是讲，这是靠连队来拍这个比赛。为这个高中生做为较早有拍过球的，甲一般的教授佮无同款的风貌出来所以讲，会当看到做囡仔啦，伊除了平常时课业较重以外，所以讲伊我都夹球佮拍遮好是非常无简单啦。无简单啦。所以这场比赛袂当看出讲，做个囡仔除了平常时读册以外，伊的球技是进步到啥物程度？做咱拢知这球队因为是明星队啦，是为各学校捡的精英啦，所以咱相信会比乌霸旗更较精彩。咱即马比赛就马上要来开始啊！咱小休一下，马上进入现场。欢迎来到嘉义南华大学的棒球场。咱今仔日要转播的比赛是2023，这个三好南华杯高中棒球邀请赛，由着新德馆对着苗栗馆。咱今仔日的比赛是这届比赛第一场，也就是预赛。这届报名的队伍拢总有10个关区，10个关区分做2组，一组5队，取前2名进入决赛。咱即马镜头的看到的就是今仔日成功的队伍新德馆。这个因为这比赛较简单，所以裁判敢若2个尔，主审林小伟，雷审江雅虎。这个2人制的裁判咱等下嘛用请咱这个戴教练甲咱解说一下这2人制的裁判。咱即马看到新德馆的捌打番主，1番齐明玉，2番詹秀全，3番吴克民，4番范德伦，5番柯俊斌，6番李奕成，7番吴克环，8番詹品雄，9番齐玉成。看到这个苗栗馆的守备阵容，投手区振祥，捕手曾芬杰，1垒赖淑恩，2垒江孝宪，3垒周冠宇，游击刘安庭，3个外野手是李玉恒，甲着曾志军，这外野是吴冠廷。咱即马第1番是这个齐明玉。今仔日甲我做伙来转播的是咱这个戴汉椒戴教练。戴教练因为这个近10年嘛拢有咧带领着这个基站的3级棒球戴教练伊大部分带的球队嘛是较属于这个社团社区性质的，所以咱看到这囡仔
有可能就是伊较早捌带过学生啦吼。啊，因为即个我甲戴教练吼，目前两个带球队拢是伫湘北地区啦，所以即个新德县吼，甲着苗栗县，咱可能较无机会碰到咱过去带的学生。吼。就讲即个比赛，我感觉足趣味的，就是讲吼。有遮囡仔伫咧暑假，做学生吼，利用暑假的期间吼来进行这个比赛。啊，对囡仔来讲吼，伊是迄个爱好棒球的囡仔吼，是真大的鼓励啦。是，好，咱看到这个新德县吼，第一番徐明玉伊甲球降去小道的顶头吼，是一粒剑，一粒真简单的吼，真简单的就接杀啦吼。一出局，那我讲讲过去这囡仔吼，其实拢有拍过球啦。是。啊，因为尾啊吼，因为升到高中了，课业较重啊吼，可能练球时间无像甲组的球队较是。因这但是因这吼，一般大部分啊，大部分应该是在国小、国中捌拍过社团，那是社区的啦。吼，啊嘛有少数是安那咧，有少数是讲伊国小、国中吼拍科班，啊但是。是大人就讲啊，差不多啊，你个会读册吼，啊无咱是咪到高中咱就心收起来吼，啊咱就卖去拍科班的啊啦吼。等于讲吼，无要继续行棒球这条路。是，就是甲棒球这个运动吼，当做一个兴趣嘿。啊，这个第二番尖手传拍出一支中外野吼，伫这个盛大头前的安打。反正其实吼，咱来较看咱头前有讲吼，这比赛吼，因为这是明星阵容啦吼，各县市的明星阵容，所以比赛精彩度会比乌百旗较好。哦，咱若看到乌百旗有诶用学校为单位吼。有诶，实在讲啦吼，伊无底，这棒球这无法度好笑的吼，迄无底有诶，投手投袂入，吼，手臂失误连吼，啊是讲协球讲袂着，啊伊嘛咧拍，啊但是这明星队就无共啊啦吼，咱用等下用叫咱这个戴教练吼，甲咱讲解一下吼，甲讲跩球员吼，甲一般诶科班诶有啥物？无共啦吼，啊因这囡仔吼，平常时有诶课业嘛拢真注重。对，我老讲起来讲吼，其实对拢做明星对这个代志来讲吼，对囡仔是一种鼓励啦。是，公平啦哈。系啊，我明星队吼，啊个代表县市出来拍这个比赛吼，对伊来讲吼，是真大的影响啦。是。啊，所以讲囡仔。认真的态度会更加好啦。一般咱咧讲的讲即个 All Star， 敢若是福佬的较有咧 All Star， 想袂到讲哦，我来拍一下学生棒球嘛 All Star。是啊。哇，这球应该就是一个 hit and run 吼，这真清楚吼，这个打炮的战术吼，啊，因为这八打球要讲这个速度入来离队保卫，结果都啊这个让出一空啦，到尾也走出去啦哈。这球咱讲推下手，另外伊的头壳人智慧的用了就好。是。讲哦，伊咧拍的时阵，伊也袂是讲大细拍。对。伊确实甲球拍咧涂骹，啊，这就变成一三垒啊。这个是咱有当时咱讲起来种教练的上爱这个选手。对，观念真好哈。就是我战术队啊，你我都贴得一天啊，这上好啦。是。啊，咱头拄吼，是安那讲即个，咱一般来看啦吼，咱一般来看讲即个是安那即个速度入来，因为是倒拍啦，是啊，啊所以伊嘛真巧啦吼，伊嘛真有智慧啦，伊就看到即个，因为照你讲吼，咱啊一般即种去倒去乱是爱为二垒这边拍，是啊，吼，啊即个伊都倒拍嘛，啊倒拍伊讲啊无我莫研究，都顺利射啊，顺利射，球送去这边。来第四款吼，范铁伦，啊，这咱第来看的吼，这就是真标准啊，吼，这个这个双头垒的战术啦，吼。第四款范铁伦的打击啊，新派10号就是队长，学生运动的队长，学生棒球的队长。
哇，这个袂歹吼，这个真积极哦。哇，你甲看吼，所以咱就咧讲啦吼，讲这个打击的观念吼，因为这个伊虽然用三振，但是伊也无走吼，3分9分走袂到啊。是啊是啊，因若放弃就放弃无走。是吼，伊也放弃无走，9分走袂到啊。对。无手球杀的时阵吼，其实无咧赢杀咧这个走者，伊杀的就牵这边啊。是。啊，所以杀那种啊，伊头壳就真清醒啊。伊看伊一牵了，伊就顺这势走咧本垒啊。其实也副营做一个假动作哈。对。啊，戴教练过去是投手哈。咱安那看这个苗栗县这个先发投手柯振祥。伊投球，一开始咧牵，其实吼控球袂讲介差，至少就种伊无牵波上。是，系啊。哇，冇变化嘅，这有可能是肉炒。对啊。但是我是感觉是讲有较赶紧的，是讲吼，其实迄个节奏会当放较慢。放较慢一个啦哈。来看两条球，球。116其实袂歹，哦，你啊，这个社团高中的116哦，应该我看这社团的吼，啊，我伫台北咧拍联赛，有诶102、103的，我嘛看袂少呢。对啊。所以讲起来是讲无机会，佮继续拍，啊，无个经过吼，经过这专业的训练吼，是，会更较好啦，会啊，会更较好啊。咱嘛希望讲吼，台湾的发展有法度行向讲成美国还是日本吼。对啦。吼，莫讲即个伤早分流啦吼，就是讲啊，你个拍球就无爱读册，读册就无爱拍球啦。三振出局，3出局，新德冠1局上半就摕到1分啊。1局下半轮到这个苗栗县的打击，哇！咱看到这个比赛吼，1局上半这个比赛，其实这个比赛哈，这比赛精彩度其实嘛袂输加州的啦哈。你看人因有吼，嘛是有战术吼，啊投手吼，嘛有伊的变化球。讲该作战的，作战拢有成功啦吼。啊，该走垒的，该认真走垒。头拄仔是讲三分的，头拄仔迄个不死三振，伊嘛做真走。是。头拄讲的讲，伊若无认真走，一垒积分袂。积分袂入吧？对啊，啊，这就是观念啊。对啊。啊，但是才讲啦，明星队一定要有这种表现啦。对啦。哦，咱看到这个，哦，伫投手区、投手轮啊顶头的是这个新德冠。哦，会投手施玉成，哇！这场比赛吼，照你讲，这个比赛有法度指定打击吼，但是双方投手拢有上场。咱来看到苗栗县的打击顺序：1番罗树温，2番江孝兴，3番曾志军，4番柯振祥，5番曾芬杰，6番刘安婷，7番李有恒。8番周冠宇，9番吴冠廷，新德冠诶守备阵容投手施玉成，保手柯俊斌，1垒范铁伦，2垒施明玉，3垒詹秀全，小道吴克民，3个外手是吴克环。李益成甲着詹品祥，一般咱也看到这高中的比赛，拢有法度 DH 吼，有法度指定打击啦。但是我看到这两个来，咱看哇，球来得讲，今仔日双方摆出来阵容啦吼，还是咱讲一般咱台语讲面嘛吼，因这投手拢有打击。对。哦，这是双刀流啦。二刀流啦。二刀流。啊，咱今仔日的球评哦。戴汉教戴教练的过去，
是台湾一个国家代表队真重要投手。来，咱看卖咧，哇，这球安打吼，所以攻守拢有一定的水准啊吼。主要是讲其实吼，你投手头拄来讲讲吼，你尽量互拍无要紧，来讲靠手臂啦。啊，而这个球就是讲，因为你讲头拄投手一般来讲，甲组甲一组的无同款就是讲吼。有当时啊，咱伊投手的手臂练无法做，练无法做。啊，你讲教授有当时啊，这个手臂就我都收起。一直炸掉啦，吼，大家炸起来啦，哈。这感觉上那种有一个 pitch out。对。好，这个高中社团的比赛吼，咱来看，一般伊的特性就是讲，一般手臂也无教做啊好啦，较无啊稳定啦，较无啊稳定，对，较无啊稳定啦，吼。啊，相对你讲保守的较大也无啊好，所以投垒会较侪。但是相对的吼，因为伊速度还是讲走垒的技巧嘛无教做的好。其实你保守后经过训练嘛，无一定抓袂着呢。诶。但是咱话个讲到当时啊吼，一般毋是咧掠拢掠投手。是嘿。哎，有当我咧甲囡仔讲啊，保守你投手，咱讲迄动作吼，动作咱讲模像啦吼，模训吼，这动作伤大吼。啊，有当保守这条球人都要教啊，你传嘛袂赴。你造成保守的压力啦。是。啊，这球讲出去，哇，共款佫是安打吼，连续2支安打，哇，冲3垒。哇，这实在是有较大意义吼。这球走这较无应该，就是讲吼，因为中外的手这球已经信着。信着啊。啊，信着啊，你加走这条才是较无通啦吼。咱来先来看一下吼，这有可能我感觉嘛是，伊有看咧，伊有看到有看到接到呢。是啊。哦，这有当时无看是这个。啊，这个指导话，哇，这个炸了袂歹，哇 ，nice play 哈，袂歹，哇，但是真紧就能出局啊哈。对。啊，这教练你也看，这是确实有水准哈。是啊，你看这球手哈，一下就讲我都动咧头前。是。用真紧的速度球起来，佮传一堆，传了真准。传了真准啊，准较紧啊。咁么第2番会走者。江少亨吼，即马趁即个机会已经人伫3垒啊。对。伫得分的大门口，轮到第4番柯振翔啊，柯振翔就是今仔日先打投手，体格嘛真好吼。头拄咱讲吼，中华要手迄球啦，吼，迄个卖走是毋是一直？是。啊，你迄时阵无一定爱走，即外加尾手哪里来？啊，你讲。哇，结果煞15啦吼，较不应该15，较无应该15，因为已经2出局啊吼，这也无15的话吼，这也无15的话，团一队就3出局啊。这讲起来是讲吼，伊咧看咧拍出去走者啦，啊，你若讲先处理球，先处理球，这应该是无问题。哇，这个敢无法度来咱来看诶，角度袂歹哦，角度袂歹哦，哇，死伫本队头前3出局，真精彩比赛，苗栗县1局下半马上摕到1分，双方1比1战胜白手。欢迎继续收看这场3号南华杯高中棒球亚锦赛。即马比赛要进行到第2局上半，轮到新德馆第6番李奕成打击。戴教练，这场趣味哈，袂歹看，袂歹看哈。是啊，
啊，其实吼，像头拄啊，我咧来看是讲吼，当然头啊苗栗县其实伊分数咱个结得几啊分啦吼。第一点就是讲，伊迄个头一打架的时候乌白走啦，乌白走，无应该吼走上三垒去走去三垒。对啊，无头拄爱去乌白的时阵吼，其实伊分数会当加得几啊分。最后迄个出局嘛，最后迄个出局嘛是是啊是啊，最后出局迄个吼，其实。当然，伊咧走路的时阵，伊爱想着讲伊的脚程到底有法度走无？是。啊，相对就是讲新德县这个角度吼，做了真水，做了真水，做了真水。表示拢有经过一定的训练啦，吼。对。这毋是凊凊彩彩啦。对。咱即马李奕成，打击新德县李奕成。李奕成15号，德东高中，德东高中高三，高三算学长啊，高三的学生，咱看到拢有高一到高三啦。即马这班达应该是比例，来马萨，一条好球。其实头两粒扑咧，就是讲新德县两粒扑咧，一条传三垒，一条传本垒吼，嘛当可见讲因的传球是怎训练了算袂歹啦。这咱看拢有一定的水准啦。是啊是啊。咱甲看吼，因为这个今仔这场比赛是属于 A 组的啦。伊 A 组县市吼有苗栗县、新德县、台北市 A、高雄市、台中市。啊 B 组参赛队伍是宜兰县、台北市 B、新北市、桃园市，甲着金门县，金门来哦，金门来哦，而且这队金门的水准袂歹。外岛来的，外岛来的，啊奇怪呢，平湖吼，平湖应该嘛有法度啦，平湖拍棒球的人真多啦，吼，伊每年暑假搁有迄个脚倒杯的邀请赛，吼，这个锦标赛啦，来三星出局。哇！这个李奕成、Q 柯振雄来甲三振一出局，哇！这是连续3 K 呢，你啊自一局下半吼，4-5-6哦，这3番拢 Q 这个柯振雄来甲解决单调。有段时啊吼，你投手咧牵每一只球吼，就是讲你中个迄个间隔，你家己爱需要注意，是讲伊的节奏吼，爱有阵时爱较慢的，莫讲啥就牵啥就牵。爱甲主动权摕伫咱手头的啦，吼，莫去互即个打者牵咧行，或者戴教练过去就真有经验啊啦，吼。我第一局看起来种吼，两个投手吼，有迄个有较紧啦。节奏较紧，这有可能就是比赛第一场比赛啦。对啦，哦，会较兴奋啦，吼，较兴奋啦，哇，较精的啦。兴奋慢慢为人家牵落。啊，哇，这个 hit by pitch 哈，这变成死球啦，伊讲到身躯，讲到人啦吼，其实嘛无一定爱讲到身躯啦，因为包括衫啦、鞋啊啦。包括伊的护具啦，只要写着就有啦，写着伊的装备就拢有算啊啦。哦，这应该真疼哦，这因为因拍的，伊球是定色的哦，毋是软的哦，所以因这拍其实甲乌巴基拢共款啦，乌巴基嘛是拍定的，嘛拍定色的吼。所以我嘛是个看法，是讲伊讲高中的虽然是讲在扣明星队啦吼，但是是毋是有当时若是拍软的？应该更较精彩，较好啦，因为较无危险啦。是，因为嘛惊迄种做学生队吼，因为无经过严格训练，是，啊你拍定的时阵咯，有较危险。是，对啊。但是一般是安尼啦，一般因若在国小、国中捌拍过，啊高中佫有开始接触到即个定式的，应该会较好一点啦。吼，我感觉较恐怖的是即个。即个乌巴基一寡队伍吼，迄有诶毋捌拍过球诶，是啊斗闹热，吼啊感觉真欢喜诶，因为我都上电视，是啊，都起来，即种球员较危险啦。对啊，你搁加在体育班在加做咧拍，是，即种诶较危险。对。
啊，这进前就捌咧检讨啦，讲咱这个乌霸旗吼，应该爱拍比赛啦，对，就是讲莫讲一开始就全部全台湾都叫抽考啊吼，对，吼，这有两种，就是讲第一个安全，第二就是讲。你嘛爱教育这个囡仔正确的观念，就是讲，你莫讲想讲来斗闹咧，你来参与，你嘛是爱练球啊。对啊对啊对啊。啊，你无一直会练球，来后一球，安打哈。哇，这个苗栗县，咱来看到这新德县哈，同款哈，这个离局顶半哈就有。非常袂歹的攻势。有当时啊，头拄咱讲乌巴旗这吼，有当时啊，因为着时间无爱拖遮长。是，啊，有当时啊是讲啊口啊抽落，啊区域本来就开始拍。是。啊，也像讲有当时啊为地区开始先拍，就跟咱教主任同款嘛。是。对吧？教主任嘛是地区先拍啦，啊，因之前是咧讲，我之前捌甲因开个即个检讨会吼，伊咧讲啊，你也为地区预赛搁拍咧吼，时间拖长，啊，个另外伊就讲啊，这加学生联赛有啥物无共？好，因为感觉无共。对。我来看即个苗栗县教练，哇，即个体格袂歹吼，这体格袂歹，这件刀吼。看到苗栗县的教练，咱看卖伊这教练应该是伊也穿离教啦吼，穿离教就是助理教练。诶，咱看卖这苗栗县投手哦，袂歹咧，因这明星队三后壁顶悬拢有名咧，哦，拢有这无算扑落的共款咧。16号柯俊雄。这里看到这里熊哈，咱就刚刚在笑，这个大国相平哈，这个李德流的，对嘛？新德县有一个袂歹机会哦，轮到第9分，池玉成，投手对投手，池玉成，这个去拍到伊的排球，哇，这走路有一点仔危险哦，这安尼。有可能会受伤咧。对啊，讲起来是讲，因为你处理吼，该较早处理，该较会的时阵吼，莫要搞要挖的时阵才处理。对，迄危险，迄有当卡会去，有当卡会去，会去接着吼。对啊。我特别是这都是囡仔经验啦吼。啊，头拄仔一堆哪会无走？无对咧走啦吼。嘿。伊穿衫类你一堆的走，你看哇个一粒变化球踩半球，结果徛咧看，是两出局，轮回第1分，徐明玉，对啦，这等于讲是这算基本的啦。对啦，伊两出局啊嘛。对，詹平祥趁这个机会走到。头上二垒，伊这头上二垒减一个force out的机会啦。对啦。啊，伊也人伫一垒，啊有当咱咧讲force out，有当速度真远接到球要传一垒无法好传，但是你也force out，伊传二垒紧安尼啊。就近处理啊。是，这就是安尼。哦，啊是讲一二垒有人，哦啊，真深的这个速度接到传到三垒，诶。啊，你有当时比赛像这种的，我有当时啊种来带囡仔2、3垒土后道，一堆空的，那着对方的中心棒子的时候，我当时啊我天啊摸，天啊摸啊，对啊。无最主要你有当时啊，若讲球速已经对伊足不利的，是啦，你着互伊咱天啊摸啊来专心掠后壁这。哇，这个拍击速度吼，结果传一垒无问题。化解掉这个2、3垒的危机，新德县无摕到分数，比数同款是1分。
欢迎继续收看这场比赛，即马进行到二局下半，轮到苗栗县第6发刘安婷的打击。刘安婷心情10好，是苗栗县的队长。刘安婷是来自德南高中。哦，这个咱各位观众吼，嘛有趁这个机会吼，迄一寡人想讲德南有一字德。伊可能是新德，歹势吼，德南算苗栗，哦，所以嘛趁这个机会吼，一个德南高中，哇，啊这是安那，你钱我，我钱你，啊这应该毋是故意的啦吼。这刘安婷叫这个新德县的投手施玉成，钱着较只拼，无送到一垒吼，这算一个死球啦。咱讲 hit by pitch， 啊，华语来讲触身球啦，吼。但是我一再讲，这个触身球翻了并无讲介好啦，因为无一定是弄到身躯，啊，来，咱先看这个头垒，哇，这个传了偏离，头垒成功，第7发，李有行的打击。有形是同款哦，这德南高中哦，所以这个苗栗县大部分拢是德南高中哦，加上这个苗栗农工啦吼，主要是这2间学校为主体。哦啊，新德县吼，新德县是德东关西吼，德东高中、关西高中，啊，包括着这个光复高中。啊，为主体，新德高工啦吼，因大部分是关西高中甲德东高中，来把大家摊位哦，比出来。对教练，你会感觉讲，这个一般这战术是真正常啦哈。是啊是啊，啊是讲，哇，哇，这个。哇，这个定定社团会去看到的状况啦吼。这个你来甲咱分析一下这个 play 者。头只应该是做迄个爬瓜走的暗号的款，因为这球做歪的嘛，做歪的所以要探出去爬。啊，拄啊运气嘛真好，拄啊拍去右外手的手头这边。是。叫右外手这球啊，其实伊杀的时阵吼，伊肯无目标嘛。是。伊即个本垒若无袂负啊，其实卖欠啊，卖个加上一垒，互伊造成拍这个人个加一块垒包。对啊，咱较早是咧讲吼，有当外啊，你也袂负卖个团，你着团入去二垒就好啊，伊就袂走啊。啊，个点就是讲吼，就是讲即个一垒手吼，无出来去甲伸即个球啦。是，因为拍去了后，一垒手咱无看人嘛，镜头内底无看人。这照你讲是卡到是一垒爱卡到，一垒爱卡到，一垒爱卡到。啊，你卡到，你来只要你卡到的时阵，本垒这袂负啊嘛。是，一垒这无在条，佮进一垒啦。对，系啊。啊！你有当伊也正经硬要走我卡到来传二垒啦。是啊，是啊，是啊。系啊。搞不好你就掠即个一垒要走二垒即个走者。是。哦，咱即马镜头看到吼，这囡仔吼，伊这拢社团的吼，你看伊啊手举起来吼，就表示塞拿咧拍咧啦。对。啊。手举起来咧，看教练咧塞拿。啊，咱一般啊讲有。接到塞拿来去望一下无啊咧，啊表示讲哎教练回应一下，回应一下，我有收到哈，苗栗龙岗哦，这个高一的周冠宇，佫牵到哇，佫牵到啊！哎，咱来看到这个新德县啊，伊这个奇怪，这个彭富俊。啊是彭团俊，伊哪会去写一个彭团俊吼？彭团俊是1号啦，啊奇怪，伊是拍毋对，彭团俊嘛是德东高中的，但是你也8号穿8号的是这个施玉成，无毋对啊？咱看卖咧，伊嘛是8号呢，咱看卖咧，8号啊，施玉成啊，哈，无毋对啊，咱应该是电视的拍毋对伊啦吼。哇，佮共款哦，各位人甲钱落，
有可能就是咱讲吼，第一场比赛吼，所以投手也阁无法度进入迄个状况啦吼。我是个人哦，因为我嘛有咧观察，因为我本身家己的带过学生啊，是讲囡仔吼，因为我即几档，所以我对即个因这高中社团的社团的球队，我拢有一定的概念啦，吼，一定的概念。我是感觉较可惜的，我即个新德市竟然无参加。新德市的实力真好，是，即马打击的是吴冠廷第9番，7号。讲起来吼，佮可能较当然所教为的囡仔吼，对啦，系啦，课业啦吼，佮为的，感觉讲我所教我特别好啊，休课要创啥？有家庭要带出国啊。是啊是啊是啊。一般我是感觉讲有可能是家庭的因素会占较多啦，对啦，因为你啊会起来高中拍球吼，伊拢有相当的兴趣啊啦。尤其你啊，搁都有即个哦，向选入去明星队，来即个点伊来讲卖咧，哦，这个点了袂歹吼，袂歹，真成功吼，真成功的牺牲万度，将队友1、2垒的队友送到2、3垒。好，球来看卖咧，这个这有当时你家己来，有当时个社团性质甲教组的部分就是讲吼，你若教组有当时会先牵涉，是先牵涉者，安尼讲要预防伊点的时阵，伊是毋是一律会先出来，一律会先出来，对，啊先着我都搁传三垒，对，而且是讲因为时间练球的时间无遮多啦哈，对，所以讲战术你嘛无多，每一项拢练甲对。是，来罗淑温，第一局起来哈，就开始的讲出一支安打。罗淑温嘛是德南高中。爱你，咱即摆这学生，有着衫无？菜我敢若无迄套，系啊。但是我看打者嘛无啥爱放。无啥。我起来我是要有打点的哦。是啊。我是即个2、3垒的走者，即2分我拢要爱。相当有企图心。咱来看卖咧，哇！这球攻出去，看卖咧，哇！欧巴，至少2分啊，2分绝对无问题。对。攻出一支2垒安打，这是咱讲社团的球队哈。对。较无经验，咱底教练咱甲咱讲，咱遮即个中外啊，即个手臂伊会算讲确实啦哈。其实即个球吼，头我甲讲的，是讲因若较早摕吼，还是摕较紧，这球是会对啦。是，因为悬嘛，系啊，所以讲一开始的时阵咧摕的时阵，无摕到迄个，无摕到位啦哈，无摕到位啦吼，你一定爱摕啊到迄个位置啦吼。头我讲伊也一开始，判断正确，是啊摕啊较紧。伊只球，这球有机会哦，有机会啦，有机会。好，咱看这个头拄讲出安打，这个第一番的罗淑温哈，咱看伊的走垒，伊的力度，伊这第2段的力度拢真确实哦。对。第2段的力度，你看，伫这镜头，咱看下第2段，走出去啊，这拢有经过一定的训练啦。讲来讲，咱头讲的这搞不好校帮、青校帮拢有拍过球啦。是啊，是。江孝宪第2番，江孝宪顶一厝的打击嘛是讲安打。一个苗栗龙岗哈，龙岗啦哈。苗栗龙岗，比2边的投手吼，是，即摆像新的关键的投手，即摆咧看吼，伊就是身躯拢是已经偏去了，就要偏去倒边这边过啊。啊，相对来讲吼，苗栗这个投手咧看伊就会搬较在。出嚟咧，好啦，介偌好人咧，哇，这我相当有力吼。哇，这种的实在是吼，
汉照一看就感觉讲嘛袂输加州迄个感觉咧吼。来看这个，哇，江少轩哦，好上。想讲看到你一支介我，好不人感觉真恐怖。规气怎啊补上了吼？第三番郑志军啊，不过啊，加一个动作出来。哇，这投手犯规，啊，一二垒，吼，拢前进一个垒包，一垒到二垒，二垒到三垒，吼，这算投手犯规啊。啊，咱一般台湾的俗语讲叫做木区，木。我来解释，讲伊头拄啊，伊要开始要起打，要收起来的时候啊，加叮当一个，加叮当一个。哦，加叮当。伊变速度好，佮加叮当一个，佮透气，佮透气，但是无退卡啦，吼，是不是？是啊。哇啊，真无彩吼。真拼命，结果已经掉手套啊，已经入去手套啊，结果跳出来吼。哦，这个投手犯规吼，投手犯规，依照规则吼，垒上有走者会前进一个垒包。啊，投手犯规的规则是爱垒上有走者靠有投手犯规啦吼。啊，这球，哇，盖来吧，盖来啊盖我，哦，得无？好无。裁判已经比出来吼，咱这种投卡球吼，咱讲这种角落吼，一三垒的垒包头前割出去啊，这就是这就是法律宝。好，啊你啊讲直接经过垒包，经过垒包甲割出去，哦啊，就是盖来嘿，啊 fair 无吼，咱就是讲 fair 吼，咱英语讲 fair，F A I R 吼，球攻出去。咱来看卖咧，哇！啊，这个咧，啊，这球新德冠的这个外啊手臂有问题哦。哦啊，但是这个走垒嘛是搁伤过枪out啦。哇，这咱来看这是，咱看这个动作吼。而且有当时啊吼。伊头我只球吼，应该照伊讲爱先走啦，先走到迄个位置了。是，伊就讲伊离了无够好啦，吼，应该讲离了无够好。咱看迄个得分的吼是偌输分，好歹咧，啊结果开落去，哇，会好袂？哇，这有一点仔食力咯，两出强吼。对。两出局较去造成这个，咱看卖咧。但是一开始时阵拍去，这个走者嘛无认真走啦。对啊，系啊。结果是谢武啊，谢武就佮摕到1分啊。对啊，谢武。谢武哈。啊，即马轮到这个郑坤杰的打击第5发。哦，苗栗关结果到一个大强呢。对。郑坤杰顶一厝讲出一支2安打。啊，因为这个比赛吼，因为要徛2个裁判。是。啊，这往往就是啊，你若2个裁判咧保卫，你若为个走了无到伊头的时阵，来像这个球就看袂到。哈。对啊，咱头拄啊有开始哦，这较特别的2人制裁判，咱较少看的吼，这是一寡学生棒球吼，一寡算讲友谊赛的性质啦吼。对。邀请赛性质，友谊赛有当咱甚至于咱一个人裁判，这样做裁判哈。啊，再讲这正式比赛，你项目嘛，徛喺3个啦吼。哇，这3胜出局哦，哇，但是苗栗关这局。造成一个大局，摕到5分，目前6-1领先着新德冠。
三局上半，轮到新德馆的进攻。各位观众，你即马收看的是2023第5届3号南华杯高中社团棒球邀请赛。我是国洲，今仔非常欢喜，再度甲到戴汉椒戴教练来合作转播这场比赛。啊，这比赛场地是伫这个嘉义南华大学的棒球场。啊，因为我甲这个戴教练拢是来自云林北港，北港是我家己。啊，加上这个戴汉椒戴教练吼，伊过去捌伫破主拍过棒球，所以阮这个对这个家己哇，这球咱先来看卖咧，哇，差点啊出去呢！哇，直接掉球咧！哇，掉球啊咧！哇！讲出这支掉球啊，离远打是第2番尖手传。哇！我为了讲倒转来吼，做囡仔，其实嘛拢一种天分咯。是哦，你看哇，这球险啊过咧，险啊过啊！对啊，掉饼。哇，差一点啊过吼。对。咱新德馆，我那无咧软咧哦。对。啊，第3番吴克民。咱咧讲倒来讲吼，当时啊两人做的裁判是讲吼，两个爱配合最好的是讲，即马即马目前咧徛喺留意好啊。即马有当时啊爱判3垒，啊主审就爱看1垒啊啦，就爱看1垒这边啊。啊，我若是讲，你若是满垒的时阵咧走的时阵吼，会搁较困难，所以足侪所在你拢爱注意啦。是啊。对啊，这嘛是有当时啊。两人咧判的时阵，有当时啊会去误判的。两人坐啦吼，咱就讲1人坐、2人坐、3人坐，是啊是啊，4人坐裁判嘛拢有啦。对。来，这球攻出去，来外野接到无问题，攻击到外野是吴克民，一出局。目前为止，这个邱进祥这个投手表现算真稳哈。伊的迄个控球较在，对，控球较在，袂讲千金菜色就牵一个补上出去，对啊。哦，你甲看，你看该小小喘一个哈，该把下大的哈，换铁轮。啊，其实我自细汉吼，因为自细汉啊，阮囡仔细的时阵，伊咧拍球，我就定定甲讲吼，讲这个。该这个比赛吼，节奏吼足重要的啦。是啊。所以甚至于吼，伊有一阵伊较早担任着这个师大附中棒球队队长，因为这个教练身体较歹，有当爱洗耳机吼，一寡比赛就是伊带的，伊带伊就讲吼，伊就足定下咧喊话 time 伊真熬话 time 啦，吼啊，这个我细汉甲讲的，讲有当该话 time 你就爱话 time 吼，这气势会长势。对啦，过开啦吼。过开啦。大家讲过一下开咧。莫有对方咧攻击较顺利啦。是。啊，所以今年咱看这个U12吼，我教我的囡仔做看球，伊就感觉讲，有当咱会来咱看先来看一球，一个接到甘美虎。哦，好加载吼，尖手全爱的虎倒去。哦，伊就我这个囡仔有当讲，有当咧伊咧看一寡比赛，尤其咱台湾的一寡基站的，伊感觉讲这个教练吼，拢无爱好好啊利用这个暂停的机会。哦，啊，我之前甲戴教练，咱也咧转播，不管是叫三杯啦，还是插队啊组，咱嘛定来咧讲的，讲要安怎发 time，迄是我那一门学问。对啦，系啊，因为你迄个 time。对方咧攻击啊，咧足顺的时阵，你太无第一点，互咱有一个休困的时间啦，对啊。啊，咱是有当咧讲啦，有当咱是讲，你也无花 time 吼，你等于讲是甲这个比赛交互囡仔去决定。对啦。吼，啊，你也讲愈幼的囡仔吼，实在讲啊，愈无公平，因为因经验毕竟较少啦。对啦。啊，你大人，你教练，你得慢慢去辅助啦，吼，辅导。不管你太无迄个时机吼，就是讲有当时啊，去甲囡仔安慰一下嘛好啦吼。啊，甲提点一下，讲啊，这时间你爱好啊安怎牵。啊，有当甲鼓励。对啊。有当鼓励讲，哇，你已经是牵了最好，但是迄个手臂无法度啊，对有难免着手臂啊。哦，你爱甲鼓励啊，你莫生气啊。
好，咱有当看难免有情绪啦，吼。对。来第5番，柯俊斌的打击，啊，新德冠积极的打击，咱来看卖咧。有一点仔无彩吼，伊这第2番的斩首权一起来就讲出这个2粒安打吼，啊，结果煞2个出局吼，一个高飞球吼，一个平飞的一个平飞的叫二垒手神着。哇，三振出局，这个柯振雄将第5番三振出局，3出局，结束了这个报告，新德冠也是无摕到分数。3局下半，轮到苗栗冠的进攻，但即马画面上看到新德冠已经换上第1粒的后援投手，来，一个小刀接到传一垒，无问题。出局的是10号刘安婷。因为这社团球队来讲吼，那些投手吼，你讲要叫伊连续安尼牵几啊局吼，体能上嘛对伊来讲是真大的考验。是啦，吼，因为因有诶较无即个平常时诶训练较无吼，体能较无法度啦。有惊当时啊，往这场投落后跳就无法度。咱头头看到即个吴克环吼，伊这本身伊本来是即个倒外野手。这场的先发倒外野手，但是我看伊牵头2个咧牵吼，看到真做咧。啊，伊这算切头呢？算用塞的啦吼。即摆打击的是苗栗冠第7番李武雄，咱看到即个吴克环加即个吴克民吼，应该是兄弟啊，啊，应该这名差一字吼，我感觉这有可能是兄弟啊。敢会相生啊？这共年就是相生啊啦，吼。啊，你也讲无共年就是兄弟啊啦，同款生理真好，拍去小刀野。哇，起来有较稳啊！是啊是啊。哦，连续2粒球，拢讲去小道。伊即个吴克环、吴克民这2个拢是关西高中，2个拢高2啊，应该相似啊。按头咧讲吼，投手是安尼拍去手臂，我都甲伊真正常甲伊处理掉，伊咧牵得愈牵愈好。啊，咱观察到讲即个新德冠的内野比外野较好。对。这嘛是社团球队的特性啦，吼，一般拢是因为你内野守备机会较侪嘛，啊，你唔哪会做，你个一寡爱处理一寡状况，哦，你爱接较多，吼，所以一般的内野的守备会较好啦。好诶，好诶，摆内野，平时拢摆内野啦，啊，社团球队佫有一个特性，就是讲伊拢有法度守足侪位置的啦，大家拢是工具人啦，是啊是，吼，大家拢有法度守任何位置啦。我是要内野、外野，这无用诶，我进前都我那趣味啦吼，迄阵高中诶时阵啊，这社团球队，我讲要甲，我著甲一个囡仔讲，教练要甲你一场比赛吼，互你9个拢受过。吼，这嘛一个记录，来过来，哦，这是改来哦，投手传入去无问题，3出局。哇，3球3落，苗栗冠这局终于无摕到分数啊，目前比数6-1。
4局上半，轮到新德关的进攻。新德关目前1-6，输予这个苗栗关。新德关即马轮到第6番李奕成的打击。这个开腿要较慢吼。拍到彩破咧。啊个彩破咱2个尔，忙受伤。李奕成，浙东高中高3的学生。或者高3的学生就准备要读大学啊。是啊。16号柯振雄的投球，目前用球数来到61粒。一球拍出去，成功卖咧，安打。啊，这就是一般咱讲这社团吼，因对这个外野的判断，掌握度较无遮好，较无好。这嘛算讲爱接练接神啦吼。牵涉就是讲吼，你判断吼，好歹有差。啊有当日头一大一拍给你头一夹，目睭煞戆去，煞乌暗面哩。球伫什么所在完全看无。看无吼，下面煞有小可内个吼。这个这毋是慢动作哦，这是画面小可内个吼，小可去拖着。不要紧，同款打击的，同款是这个，咱来看卖咧，同款是这个吴克环。吴克环就是这个第2任的投手，哦，咱头头看伊起来表现吼，对，这个塞了袂歹。9粒球就一球甲收起来，收起来。1摆2个，各位观众，你即摆收看的是2023三好南华杯高中棒球邀请赛。今仔日甲我黄国洲做伙来讲评的是咱戴汉教戴教练。啊，这个比赛场地吼，是伫这个戴教练嘛算伊的管区的啦，是，吼，伫这个嘉义南华大学，吼，伊这个预赛吼，来啊，一球，发了无？啊，这个主审2手一比，发了无？啊，发了无？就是死球，比赛暂停。咱来看卖到去测到球批无？结果这个球我看敢若无吼。哇，这应该负吧？咱看卖咧。safe 啊。哇，这就是。当时啊，我还想咱去为徛2位菜。徛2位菜谱啦吼，所以这个比赛无 replay 啦，无这个看录影的啦，嘛是同款哦，最后受到这个柯振雄的三振。哇，即摆是安啦？投手保手牵，投手牵无到。哇，这实在是哦，这嘛真趣味啦。啊，我有当时啊，咱咧训练吼，有当时会叫三垒有人。要回传到投手的时候，会叫小度甲 scan 度爱保。你话爱保卫啦，这。较袂像这状况发生啦。是。对。三垒有人，咱拢会要求这个吼，离手甲有球拢爱入来。对。吼，啊，甚至有当爱看这个保守吼，有当无注意吼，传球吼，咱讲啊。这有当时咱咧训练囡仔嘛，教育囡仔，我你就是爱保卫。是。对。哇，结果这分算加实的啦吼。我印象最深的吼，甲阮拍加州的时阵，迄阵我阵伫迄个阳江咧拍大人的，啊，甲合作金国咧拍，啊，有一届，迄个高丽政府咧做投手，啊，保手叫林俊贤，特别一届安尼，
迄阵已经双方平手啊，最后一局，最后一局，结果伊咱牵三到三啦，牵到投手，继续牵无到，败战捕手，投手无败战，结果是保守败战，无啦，这是滚生笑啦吼，保守无即个胜败的记录啦，是啊，记胜败记录拢爱记伫投手顶头啦，这两出局吼，拢哦扣即个苗栗县的即个先发投手吼，三振，哇！伊今仔日，我那 K 攻我那真厉害呢。是。咱即摆来算看卖啦，伊几 K 啊咧？目前已经摕着7 K 啊咧。四局拢总，即摆目前有11个出局数，伊摕着7 K 啊。表示即个新德县吼。拍无请着伊的球，一球发落。即摆是讲，因为目前球数已经来到77粒啊啦，是讲看伊我都搁继续牵无啦。是。系啊，今日体力上我有真大的负担。就算无负担，有当到尾啊，即个控球会走进去。是啊。这因为咱嘛知影讲，这即摆吼，因为即个天气的变化。愈来愈热啦，所以即摆有当暑假咧拍球时，我那真辛苦啊。这戴教练应该体会同深吼，这家恁较早囡仔时代、学生时代咧拍球，甲即摆老人拢无共啊。啦，即摆会热啊，佮比较早更较热啊。是，即摆迄算真毒啊啦，吼，这个日头拢有够毒的啊。是。咱咧讲的讲，即种的算讲击步的球啦，吼。对。这。有当去贴着身躯，实在是真痛。所以讲吼，有当时啊，做捕手嘛是真忝啦吼。是是。啊嘛真够受伤。啊，但是有个人真爱做捕手。嘿。来，三振出局。哇，这个邱振雄确实厉害，但是新德县这局趁到一个捕手的抱团，摕到因的第2分，目前2-6，啊输予苗栗县4分。4局下半，轮到苗栗县的进攻。即马上场打击的是第9番吴冠廷。目前比赛进行到中节啦吼，因为即马高中的棒球一般不管是教组的吼，不管是科班的社团的吼，拢采取7局。啊，所以因即个中节吼。便是伫即个4局，古早是伫第5局啦，古早拍9局，等于比赛进行一半啦。是。吴克环第2局的投球，吴克环是新德县第2任的投手，今仔日的先发倒外野手，戴教练你安尼。看到即阵，你有啥物感想？我感觉其实以学生球队吼，尤其社团组来讲吼，因为你看迄个苗栗县的投手，其实表现也算真好。算真好。啊，即摆是讲手臂可能较无法度稳定性较好啦。啊，你手臂若搁较稳定性较好，其实比赛的精彩度会更较好看。会更较好看。是啊。其实吼，因这共款性质的比赛吼，因即马这个高中社团的棒球，因有分北联啦吼，但北联、中联，佮南联，吼，啊，佮一个桃联，啊，这联就是讲因拍联赛，吼，因就是搞这个暑假，利用这个寒暑假吼，因就去拍联赛，啊，这个北联，啊，这带这北联的教练吼，伊较来有当下这个扣这个明星队、明星队，吼，明星选手。啊，到尾啊，这北联的明星甲其他联队的明星，较来对抗，较来对决，这水准更较悬。是啊，吼，因为变讲伊变扣4队尔啦，对，吼，伊这县市，伊迄变讲来自全国的迄个高中社团的精英啦。是。
哇，无采顶半局高粱球的肯底教练咧甲你学了尔，你即局一开始尔，你就保送。对，哦，控球就差得多很早啊！去啊哈。哇，这个呼啦，有当时啊，往就是讲，因为训练量较无遐够啦，所以讲有当时啊，一局好，后一局有当时啊走进去。是是，啊，这个有这种可能，有当囡仔吼无经验，就是讲，咱有当讲你也做投手啊吼，有当两出局你才开始烧啊啦。对，一局攻出去，来先打接到，攻出这个先打 fly ball 的是第一番大树温，是，所来轮到这个第二番江孝显。江孝显就是头拄咱讲一支界外服务人的。哦，哇，这个变化球，其实袂当思考哦，讲以后是毋是拢甲棒球队无一定爱体育班啦？是啦，对啊，好一切拢正常正常化啦，正常化啦，咱也是爱慢慢啊讲吼，行入这个先进国家吼，对。因的做法，啊，包括讲美国啊、日本啊，目前日本嘛是无体育班吧？日本自开始就无体育班啦，是啊，无体育班嘛，无体育班，吼，因着不管你个偌有名的名校歹势，嘛是爱上课啦。啊，当然啦，有一寡因咧较名校是对功课要求较无法大啦，啊，但是嘛是袂使无上课啦。是啊是啊。系啦，啊，袂像讲较早，无像较早咱咧台湾咧有诶一寡伤离谱啊啦。哎，哦，来，即球盖过啦哈，这就是两人坐裁判诶缺点啦。这你也讲四人坐吼，咱就会看到即个三垒线吼，伊会撞去遐，手举起来。伊决赛可能会增加裁判。是嘿，决赛会增加，但是毋知是增加一个还是增加两个啦吼，咱甲看卖咧。哎呀，哇，佮钱着人啊吼！这江孝显，哇，今仔日变上垒率100%，第一件第一次安打，第二件哦4粒歹球，第三件的打击捡球捡着，第三番曾志军的打击。哦，伊嘛会练的吼。对啊对啊。这个5击环。伊第二球咧捡吼，好歹球差较济啦。是。嘿啊，无像第一球咧捡的准度足准。啊，即有当时就是讲吼，伊咧到当时节奏吼，较无都掌握到最好势，对啊。哦，怪着哦。这较有。这赛吼，用这个切豆的这个较有会更较特别吼。对啊。变化更较大。咱来看到换台打哦。是。系啊。啊，期待这个台打的12号哦，林宝琴捡这个5击环3失，以代替这个曾志军的打击2出局。嘛，命力关1-2走只4局下半，来看卖咧，投手接到传1-2无问题，3出局，结束就是半局，苗栗关无摕到分数，目前6-2领先着新德关。4局结束，
目前苗栗县6-2领先着新德县。这场比赛拍到目前为止，咱先请咱这个戴汉椒戴教练，甲咱做一个中场的简单讲评。是，这场比赛其实双方面的球员拢真认真在拍这场比赛啦。因为是第一场的比赛双方面看起来拢有少仔紧张啦。反观就是讲苗栗这个投手。伫4局内底其实伊送出有8K 啦，8K，等于讲伊就掌握着讲这场比赛，伊完全牵了才是袂歹。是。可是其实双方面的安打其实差不多呢。差不多啊！迄个新德县伊有5支安打，苗栗县嘛有6支安打，差嚟讲伊有当时来讲，伊关键的安打伊讲会出来。是，佮手臂一寡右路的所在。是啊。就讲即马虽然是讲4局尔，比数嘛较差者4分尔。相信后壁的最后3局，双方面，我相信苗栗县嘛是讲已经有4分的领先啦，是毋是后壁会当佮加讲几分啊？把这场胜利摕落来。但是新德县嘛袂使讲后按就放弃啊，4分有当时1局才平半。高中社团的比赛，咱定定看啊。我认为是感觉讲这个关键可能是这个苗栗县过来起来投手，这嘛有影响啦。对啦。是，咱今仔日因为这高中社团的比赛，咱甲还在看的啦尤其这个县市明星队的阵容啦，这嘛其实不哩趣味另外咱嘛看到讲，哇，这囡仔因平常时搁爱读册，但是因为对棒球做兴趣，因为这暑假好好来拼，保证是一场真精彩的比赛。咱比赛马上要继续进行，继续甲看落去。5局上半，欢迎继续收看这场比赛。这场比赛是2023号南华杯高中棒球邀请赛。我是郭秋，今仔甲我做伙来讲评的是戴汉椒戴教练。咱看到这个苗栗县的先发投手邱振翔，超过86球啊！继续搁欠的，继续搁欠，无简单，那是讲睇来对伊来讲是真大的考验。是。但是我认为啦，这安那讲应该是最后一局啊啦。除非是讲这局安尼真简单，你啊这局球数啊破100了，应该换啦徐耀明的打击，徐耀明是第一分，今仔日也无安打咧，开路先锋。但是这个徐耀明嘛算无简单，徐明玉歹势，徐明玉嘛算无简单啦，因为伊2件拢有讲到球啦，拢讲去速度。一般话投手迄个时机的时候，咱会看讲伊即马是歹球更加侪啊，是，就是球过来一直关起来啊，对。来看这个应该会搁抢一个好球吧？伊出腿啊徐明玉，新德县的打击。咱这个打拍开电视机的观众朋友，甲大家介绍这个比赛是属于这个高中社团的棒球比赛。咱即马一球攻出去来，二垒手接到，传到一垒，一出局是团杀。因这个高中社团。棒球就是有别这个加这科班较无同，按这比赛这个伊这届是第5届，进前4届这个南华杯因之前的杯赛因是用学校为单位啦，今年第一件采取到这个联队，采取到这个，因用这个联赛，用这个联队来县市联队啦。但是连队来讲，对比赛的精彩度应该较好。是，哇！这江秀全也是少数为这个
邱振雄手头啊，你看前2回拢是讲安打哦，第一件1垒安打，第2件2垒安打。啊，这个3号哈，这个3号杯2017第一届，再来2018、2019、2020，啊，再来受到疫情的影响啦吼。我甲大家小简单介绍一下，第一届冠军吼是新德高中，第2届是台南高工，哇，第3届嘛是同款是台南高工啦吼，伊算讲卫冕成功。来看卖咧，一球攻去咧right度接杀2出局。啊，第4届就是这个中山高中，这中山高中应该是台中的中山高中吧？台中中山高中。高雄市啊，高雄市的中山高中。高雄市中山高中伊这2档嘛是拍了袂歹啦。伊这2档乌霸旗嘛，乌霸旗啦，还是讲这个高中棒球联赛两小组，嘛拢有参加。高雄市中山高中真有名是排球啦，因的排球真有名啦，女排啦，因为这我的三兄吼，我的三兄本是排球教练，还有一寡较早咱北港的这个北信毕业的生校有的去互中山球去，因会去台寮读国中啊，台寮读国中啊，高中刷了嘿，再去高雄。对嘿，啊，但是咱即马北港的这个排球啊，真无干这个女排吼，3级拢建立啊，伊北信、建国国中，啊，到这个北高，这球攻出去，哇，这个个，你看我，我看你啦。这变一种较特别的德州安打啦，吼，嘿，咱德州安打，咱台语一般来讲杀数啦，对，哦，提起杀数啦，德州安打啦 ，Texas 啦，这照你讲啊，较有经验的，应该是爱圣达来唱啦，吼，圣达爱来接。头拄来看讲吼，开始无出认真，走去迄个位置去要成球。对啦，这变讲咱讲3个回收无水啉啦，就是安尼啦。有当时吼，往往就是安尼无形当中就去增加投手的技术。90个，对啊。韩铁伦，这有当棒球会讲有蝴蝶效应呢。对。哦，来，你比讲，他倒啊，迄个也出局。该死的。无顶讲球速无100，这邱振雄后7局无顶个继续甲起出来。哦，啊，但是安尼看，伊也破100，哦，伊就可能后1局，但是即摆2个好球啊啦吼，看卖咧，后1局应该是一般是应该是爱换啦，还是讲无嘛？有一寡牛条嘛，有一寡投手吼，伫遐咧烧啊，准备伫遐烧啊。咱讲牛条就补片啦吼，华语叫牛棚。啊，我有时啊，第一场比赛吼，教练我想讲啊，这场要甲提起来吼。是。唔敢玩，唔敢玩啦。对啦，唔敢玩，讲啊，这投手啊，比较换掉。啊，有当咱家己咱知，哦，咱讲这画面上吼，这个就是起来台打的吼，台打起来手臂的这个林宝琴啦吼，啊，话讲林宝银嘛。哦，看这伊这名有当名将主人啦，伊有当一个台语有当一字有过来念法。对。林孝琴，歹势，号码12号，哦，伊是代替这曾志军起来拍第3番。即马打击的是新德关的第4番范铁伦。哦，咱厝内吼，有一寡讲咧拍球的囡仔吼，尤其这社团组的吼，还是社区棒球的，你是大人经由来甲看，吼，叫伊欣赏这个比赛。哦，无定伊捌拍过，啊，无定伊明年还是讲几若年后，伊就来拍这个比赛，拍这个比赛，吼，还叫伊来欣赏。
其实拍到进来啊，其实我那有当时啊，在高中生咧拍，其实真正袂歹，袂歹哈真正袂歹。对，这个保送哈，哇，这个甲这个第四番范德伦保送到一垒，目前哇，伊个看这个哈，一三垒有人，啊，伊球数嘛100粒啊， 100粒。对。轮到第五番柯俊斌的打击，即摆看这个邱进雄，哇，这个较细腻，头头已经有1粒啊吼，这三垒共款有人哦。有啊，刚刚甚至于讲，你就算有保卫，你有当保守乌兰传了伤慢吼，对，迄个走者也卡较紧的，卡也了了好吼，嘛有机会，嘛有机会抢到哦。尤其哇哦，这个一个双头垒啦吼，双头垒的战术，啊倒手甲砸起来。这个 time， 这个 time 的画了真好，对，哈，迄个 timing 问题，啊，不管是有要换无要换，你 timing 你就爱。我就感觉应该嘛差批的啊，是，投手应该我差批的。那么，这咱有法度根据这个教练的喙型吼，咱知影咧讲什么？这局即马两出局啊啦，这个个收起来哦，叫这个可垒上的走者莫插伊啦，对啦，嘿啦，莫插伊啦，哦，专心对付打者。103，我过去做投手的经验吼，但是咧牵到尾啊，手拢加减会顶起啦，会顶去，会顶起。迄个之前戴教练咧讲哦，讲有当牵的过两工手摇会起来。是啊是啊，一定的啦。对。一个好球。你讲你高中迄阵上悬的记录，连续2工18局，嘿，18局，嘿，9局。这是吼，这种。但是过去咱讲真的是讲吼，体能算真好啦。可是过去吼体能算真好，走真济，走真济，对啊。这是咱较传统的观念啦，吼，就是讲你爱透过吼这个长跑来维持你的体力，维持你的下盘啦。所以讲真侪日本选手吼，去甲大联盟吼，伊无就升，伊无走啊，对，拢无咧走，因当分，当2分咧，结果最后是甲这个柯俊斌3胜3出局，新得冠，这局无摕到分数，同款是4分输予苗栗冠。5局下半，轮到苗栗冠的进攻，即马打击的是第5番曾芬杰。各位观众，你即马收看的是2023三好南华杯高中棒球邀请赛。我是国手，非常欢喜伫礼拜下晡，甲大家同齐用咱的母语来欣赏台湾的国球。尤其难得的是这个高中社团的棒球，特别是这届比赛吼，伊用这个县市明星队来组队，今仔甲我做伙来讲评这场比赛，是戴汉椒戴教练。哇，咱即马看到这个另外伊的兄弟啊，另外伊的兄弟，我是看到号码啦，来，看卖咧。一球砸到哇，袂赴啊吼！这个投球的是吴克民，算讲第3任的啦，第3任的投手。这个是哥哥啊，弟弟啊。这因为我这手头的资料吼，
手头的资料无写啦吼，有当讲即个看伊出生的年月，咱看袂出来。嗯，好，这13号吴克民，你看卖咧 F 杯，哇，才点啊吼。啊，咱要安怎来分别讲即个吴克环跟吴克民的投球咧？哦，咱就看到伊的出球点、出球的方式较无共吼。伊，这个坑吼，较成4分之3的坑。是，嘿，较成即个咱讲即个 3 quarter 吼，4分之3。打击的是，咱即摆来看卖，打击的是第6发刘安婷。这嘛真趣味，咱嘛罕咧看到双生啊，吼，连续两个起来投球的吼。是啊，是啊。伊这比赛是接触咧拍，是讲甲教咧拍呢？拢是暑假就无差。规个暑假。嘿，暑假，所以伊这意义就是讲伊利用这暑假的时间吼，来讲卖咧，来一对顶头的，哇，刷起落去啦！哇，这嘛是讲个解释个吼。对啊。嗯。哇，这教练。来，甲咱即个学生囡仔指导一下。哎呀，这个球吼，其实吼，会当加提2步啊。加提2步啊。对啦，吼，徛的位置也加提2步，因为你了等新这个球啊，吼，伊若我都搁加提2步啊，这球看较清楚咧。看较清楚诶，啊，咱一般是甲讲吼，你要进前较紧，你要退后较晏。是啊。所以你啊，先退2步，就算球尾啊落伫你头前，你嘛较会有啦。对啊，因为这个球已经完全掌握掉了嘛。是。对啊。哇！但这个球拍得无好吼，这个球这个李武雄吼，伊就拍去小道位置，因为一直有人咯，伊变讲一个算一个野手选择，将这个二垒要走向3垒的吼，强迫进垒嘛，强迫进垒啦吼，变讲一个 force out 吼，咱古早讲是讲叫做封杀啊吼，第8发。周冠宇的打击，啊，这个球你拍去小道吼，伊牵3垒的方向，伊上好牵啊嘛，对。因为你也牵2垒，你也牵去2垒，爱个细心啦吼。哦，来看有机会相杀无？哇，相杀咧 ，nice play！ 哇，这个相杀化解掉新德冠的危机，苗栗冠5局下半，同款无摕到分数。6局上半，咱即摆看到，哦，无毋对啊，换投手啊，这个苗栗冠，共款即个嘛是野手起来，共款野手起来担任投手的吼。这罗淑温本来是今仔日的一垒手，伫6局起来担任着苗栗冠这场比赛。第1任的后援投手罗淑温，打击的是第6发李奕成，这观念袂歹吼，袂歹。咱常常甲囡仔讲吼，拍球就是爱走吼，爱认真走哦，毋是甲走，你爱个认真走。啊，盖外球，迄个就甲你叫你倒来。当时你拍球认真走吼，手臂了嘛较有压力啦。是。啊，舒温。这个，这个投了袂歹哈。袂歹。啊，舒温是共款德南高中。
吼，因这比赛吼，这毋知有赞助无？你看个特别个做，哇，这个受到三星吼，目睭银哦，目睭银哦，去互这个罗斯温三星的是李奕成。哦，因这毋知有赞助无？佮为着这比赛吼，佮特别做一束这个官旗的球衫，也无啊嘛是吼。对。这个 M 就是苗栗。第七番，看卖咧。第七番，这个哪层有换台档，咱来看卖咧。李好，吼。这个王鼎接，国像咧讲是讲，这个比赛哦，各队拢爱个球衫，爱个经费、交通的费，爱个大的钱，对啊。为啦，南镇吼，南镇去嘉义吼，对，是说去遐佚佗一下吼，去食一个鸡肉饭咧，对啊，米哥，去食一个沙锅鱼头咧，啊。哎，二垒手接到传一垒，两出局，出局的是起来这个台打的王鼎接，二号，王鼎接德东高中高二的学生。嘛。轮到，这个应该嘛是台大哦。第八番，咱来看卖咧，7号朱玉新，那么画面单应该报起来了哈，这应该是朱玉新台大7号。而且教练会感觉讲，哇，对。到掉伊手啦吼，其实球袂使判咧，因为打者完全拢无闪。照你讲是要闪的动作，伊无闪嘛，伊这球有点仔是故意的，有点仔是。啊对啊，我是我的看法啦，这是我的看法啦。伊掉三啦吼。对啊，而这球照你讲，你要有一个动作。啊，照规则吼，你要 hit by pitch 吼，哇，咱看卖咧。哇！一界来咧，哇！这球过去，咱看卖咧，至少是2垒安打。咱看即马走者应该到3垒。哦，这个一支2垒安打吼，讲出2垒安打的是朱玉成。哦，这打伫线边啦吼，打伫线边。啊，新德冠的呛出来哦。看卖咧，虽然是已经2出局啊吼，但是好不容易，即马2、3垒有走者轮回头前的反触，第一番。看讲啊，你2出局啊吼，向阳啊，你个一个保送，个一支安打。是啊。这嘛是应该是台打哦，11号叫做。哇，这名较特别吼，这个应该是叫做黄灵水，新德冠，哇，像台大。一球攻击，哇，这算15啦吼，这算15，哇，算乱去吼，有即马乱去。对。这个15新德冠摕到哇2分的吼，对，2个拢倒来啊，因为2出局啊，2个拢倒来，雷上2个走者拢倒来。米数又进来了吼。哇，咱看卖咧。这一个中外的15，哇，这个15真吃力，所以叫这个新德冠摕到2分。
啊，这个安打连连，哇，这个回传球角度嘛无讲介理想吼。这有当比赛，这应该画一下暂停的啦吼。头拄电话要出这个球，无会乱去啦。电话要这个球，叫你讲，伊爱认真走，先看会到。是啊是啊。即马本来伫一垒的吼，靠一支安打，人已经打伫得分的大门口啊，三垒包，一个讲出去，哇，这就是咱15连呐。是啊，咱看卖咧，再添1分，没错哈2分，摕到2分，这支安打摕到2分。伊这有可能会记安打哦，这支有可能会记安打哦，完全无掉手套啦。对。哇，这比赛趣味，咱头拄当咧讲咧吼，讲这有当这种学生社团的一组的吼，有当一局会变啊吼，对，即摆是还未变咧，即摆是升了平啦吼。苗栗7下19上。这个这我也是过去我那地教练的防区哦，你的手臂范围，你安那看这个手臂你囡仔指导你会甲讲，这个手法是有啥物问题？第一点就是讲，头拄啊，伊咧提绳有提了较慢，袂使未到进前吼，手就先比出来。咱咧讲手就提出来，表示讲你已经要成球。啊，看咱只球，伊都未到位置，手就提出来。一般啦，手就提出来的时候，你的速度变慢。变慢嘿。对啊。会较慢的，一定会较慢的。一定较慢的，对啊。真无彩讲，针对这个投手，其实得牵真准。哇，结果这个。头三垒敢有成功？有成功嘞吼！对，哇，这吴克民头就三垒，咱看卖了。哇，这镜头嘛是早嘞。对。其实咱头底教练咧讲2人坐吼，这有当裁判嘛无好判。对。啊，头就三垒的吼，就是因第三任投手。哦，第二阵后完这个吴克民，是，伊谁哪会去投第三垒呢？伊足想要变，互家己变成胜利投手，伊也倒去吼，就是胜利投手啊。对。第4番范铁伦诶打击，或者罗素温。有即马感觉厌气啦吼，其实伊嘛无投了真歹，无吼，队友手臂无甲斗相共。啊，这个当时头拄咱看拢是无用的7个啦。是无用的7个。有当就算讲去安打啦，其实你啊手臂较好的，拢会对啦，吼。这有可能是干那关系啦，还是讲？伊的迄个学校的队伍扣无够多，无我本身有家咧徛一球三振出局，结束了这包局哇！但是这个新德冠这局吼真补，一口气摕到4分，双方战胜白手6-6。6局下半，咱看到这个新德冠顶半局摕到4分，甲这个比赛吼由重新搁再来6-6战胜白手。咱即马新德冠换上第3任的后援投手，这场比赛的第4任詹秀全。哇，这个咱头咧讲的，讲这个学生比赛吼，这一局。有当要造成大局还是挽解吼？对。啊，咱进前在休训当中，戴教练有咧讲吼，讲哇，
啊，都两出脚啊，一个地头堡路吼。的冰雹。诶，这个标准来讲，蝴蝶效应就是安尼啦吼。吴冠廷第9番诶打击换大打哦，咱来看这个河马，应该是换大打。对，苗栗关即摆上19号。上惊是讲吼，已经双方面已经白手啊，吼啊后壁起来的投手吼，佮上位上去甲会得哇，127呢，有速度吼。嘿，有速度。对，即马换大打是魏延安，魏延安。127，哇，这个詹秀全吼，有影啦，咱看到伊的这个八打，伊今仔3支安打咧。是，哇，真可惜吼，这条刷保送，哇，但是这就是对一个后援投手吼，头无应该就是一起来就保送打架啦吼，结果搁一个爆投。轮回第一番，大树温，大树温就是苗栗县的第2任投手。好无简单讲，比赛已经游转来6-6啊，吼。是。对啊。捌打比出来吼。伊1分。其实咱来看这种的吼，有当种学生比赛，我对于这种要牺牲慢度吼，我定甲投手讲，伊提出局数啦，你好走袂要紧啦，咱得稳稳啊甲出局数提出来吼，就算1分是马有机会啊。对。哇，这掉卡，得到无？诶，得到无？得到无？迄个摆pitch吼。啊，罗斯温，哇！这比赛嘛有即摆趣味哦，头大顶半球嘛是地道堡路开始的哦，系啊，咱来看卖咧吼，看即个地道堡路吼，即个叫球指着，即个敢会产生啥物变化？打者叫球指着啦吼 ，hit by pitch。华语叫做触身球，同款哦。江少亨就是因是用马萨啦吼，咱讲马萨的手拍，哦，这日语为日语来啦吼，日式的台语啦吼，啊结果咱走进去啦，因为啊照日语是叫做 basta， 啊英语来讲叫做 fake bunt， 就是假要拍，吼假要点啊真拍。fake 就是假慢度啦，啊，其实是收倒来吼，拍。即摆一般来讲，即摆用一个保送，佮一个倒步，你后一弯咧拍，你特免拍紧。是。对啊，伊咧小观察是讲，伊即摆敢牵得准。牵得嘿，我无一起来呢，127是牵得算算球的。系啊。所以有当咱咧讲吼，球速并无代表一切啦。对啦，控球才是迄个啦。来这球，哇，安打，哇，煞撞出去啦！这咱有当咱咧讲的讲吼，只要球向攻着，就有伊的危险性啦吼，伊就会找到空啦。啊，讲出这支1分打点的，哦，你看，讲出去。对教练，你看这啊正常科班的这个实看度，这条球拢在对，应该会对啦吼。会对，但是就是讲，因为你也要相赛机会较少。机会较少啦吼，但至少在对啦。至少会死一个啦。诶，至少会死一个啦吼。但是你也找到，迄个走者无一定会敢走倒来伫本垒哦，对啦，应该是无可能。
你俩差不多咧讲的是讲，即个平手一二队有当时啊作战，你若科班的有当时啊，就先点是，上过二三类啊。对啊对啊对，共款是个点啦吼。对。咱这哦是林宝，林哦，毋是林晓啦吼，是林宝银哦，还是讲林宝琴啊？是起来换大胆。头拄咧讲就有当时啊吼，因像这种用李亚手来做投手嘛，有当时啊乌讲入边啊吼，你若无牵真少起来，你用控球当时啊拢会加减拢会受影响。这个，咱来看到哈，这个林宝金哦，还是林宝琴，也是伫第四局起来吼，大打。但是迄件的大打是无成功啦吼，迄件大打起来是3失，飞帮落空。因为这个，咱看到这个詹秀全伊的球速较紧，所以我感觉伊的收拍动作变对无这个点吼。6局下半，哦，苗栗关，本来顶半局吼。都叫新德关家略平了，这局马上有攻势，目前已经先摕到1分的领先了。球数已满，你愈后壁投手吼起来的时阵吼，压力愈大，对啊。啊，尤其是头啊双方面平手起来，对。球接到，落买咧，好稳稳哦。传落一垒，一出局，再来轮到第4分。哦，这是伊即条球敢若有提早的迄个迄倒人的，迄倒一浪啦哈。所以即马变伫2、3垒。邱振雄的打击，邱振雄今仔日有一支内野安打，来看卖咧，来杀到团本位，伊可能会判安尼，看卖咧，裁判安怎判？咱来看卖一下哦，杀到接到。无踢过对哦，无踢过对哦，较成立啊吼。但是我一直感觉讲这条球是一般是无应该走啦吼。对了。伊拍去这个杀道方向，那会真正面的球。系啊，真正面的球啊！对教练，你甲观众朋友解说一下。一般你讲像即马才一出局尔嘛，你即马拍起来时阵，3垒其实3垒亲着。其实看到这嘛，较走不输安尼嘛。你所以讲你这球走本垒是真勉强啦吼。这个比赛阁有电视辅助判官的，这嘛袂歹呢。对啊。安尼是真好啦，因为你也讲2个裁判吼，你有这个电视辅助判官，吼，一寡较关键的 play 吼，对双方的来讲会较公平啦。但是头拄咱看一个局吼。啊，真正我会提出来讲。伊可能有挑战的，伊有挑战的限制啦。这个 UBL 这应该是大专棒球联盟哦。对。U 是 University， 应该是大专哈。是。伊算去伊甲判出局，所以1分无算。共款是7-6。1分无摕到哈。好。但是我是来讲吼，这个保守的巧位嘛，有较对啦哈，伊也无摕到球，伊也无摕到球咧呢。是啊。
伊也无摕到球，照你讲是袂用甲即个垒包去冻掉了啦，冻掉。袂使甲冻掉。你也摕到球，要安怎冻迄拢袂要紧，但是你无摕到球，袂用冻掉的。所以他自己徛的位置就有点啊，对啊，对啊。两出局，2-3垒有走只，争分结，第5番的打击，这球讲起，画面有小可那个，但是应该是安打。对。啊，两个拢入来吼，一支2分的安打，2分打点的安打，会一垒安打。建功的是争分结，啊，这共款佫摕到3分啊，目前已經3分啊，6比6變成9比6啊。所以咱這有當畫面就小可累過哈。第6分劉安定的打擊。劉安定心情10好，苗栗县的队长。哦，这德南高中高一的学生，哦，咧高一的多啊都穿10号啊吼，这表示教练对伊的肯定啦。是。啊，有当是讲，即个队长的担任，有当教练会讲，哇，这头上二队来讲，对伊吼，领导啦，啊是讲熬苦人啦，虽然是1年啊吼，但是伊会去苦人啦吼。对。球讲出去，哇，这安打，所以这个头垒算讲真成功的头垒啦，伊也无头垒这球。虽然是安打，无法度得分。咱就在讲离1垒甲2垒的差别就是这啦。1垒一支安打，无法度摕到分数啦。啊，你啊，2垒就2垒一支安打吼，正常啦哈，正常来，尤其2出局啦。对。2出局你啊，正常来讲，我都摕到分数啦。对啊，第10就可能就安打啦。对啦。咱看卖咧，哦，所以这个头垒，哇，这个。其实这个胜打，这个挡球嘛，挡了无讲介好。对。第7分，哦，这个同款吼，同款再度头垒，伊想讲同款的卡本要过来演一件，咱看卖咧吼，这苗栗县，这真趣味啊！顶半局新德县好不容易摕到4分，结果。6局下半，这4分就开起。开了。趁了真紧，开了嘛真紧。趁了凶，开了嘛更较凶。是啊。或者对新德县来讲吼，这局这个半局哦，失去4分足正力的，因为伊冲尾啊7局上半了。第7分，李武雄会打击。伊本来话，即个呢，当初伊嘛是讲，即局伊有法度收起来吼。132呢？对啊。啊，这个尖的，这个尖手传，哇，132啊。嘛是今日所有的投手内底速度上好的，速度上好的。对啊。我手头一寡这个新冠体重吼。来，这球三振，哇，好不容易结束了这个半局，但是苗栗县这局马上佮摕到4分，目前10比6领先着新德县。7局上半，比赛进入到最后1局啊！
咱头多观众朋友也有注意到因这个记录吼，新德冠伊的安打数佮比苗栗冠加一支咧。咱来看卖咧，这球攻关，结果咧到接杀一出局，受到接杀的是新德冠第5分，柯俊斌。刷来轮到第6分，李业成，哇啦，球来得讲，安打。新德冠的安打较侪吼，这是新德冠这场比赛第11支安打。头拄咱歹势，吼，讲头拄讲起来是讲吼，新德冠后援投手起来，无代无志，佮2个补上去，啊，造成讲尾啊这4分，过了4分啦。这个头拄讲那算讲，这个得到无路会出代志啊。啊，即嘛苗栗冠徛伫投手区顶头的，讲我是第2任投手，罗树温。即嘛这个应该是这个王顶接，我啦共款哦，一条死球。戴教练，这敢会佮产生什么变化咧？2届咧都无吼，拢造成一届白手，一届去甲去倒吼，6、4分转来，所以讲有当时啊，投手宁可吼拍看卖啊。是啊，卖安尼累个又天气又天气，对啊。刷来轮到第8分，朱玉新嘛是进前起来代打哈，毋是这场比赛先发球员。啊，所以咱头讲咧，教练咧运用迄个暂停吼，这个时间其实嘛是会当起来甲投手吼暂停讲一下啦。是，对啊。你有话暂停，就是讲你教练有咧注意这场比赛。是啊。你唔通甲这个全部的比赛拢交这个学生囡啊。对。按实咧，我那对因来讲，那无公平。朱玉新，苏温7局上半。各位观众，你即摆欣赏的是2023三好南华杯高中棒球亚锦赛，这届是已经是第5届啊！哈，伊这个比赛是为2017开始，结果真无应该吼，目睭银耳哦。把命运交予裁判，三振出局。这个球我球牵了真准吼，牵了真准。对，2出局。即马咱看卖咧吼，新德冠我都把握最后的半局无？哇！结果。说乱你啦，说乱你啊！这种状况吼，应该就是甲球员吼交代吼，提气者吼，你即马赢4分呢？对啊。你何必去插垒上的走者咧？是啊。啊，对啊，这裁判有听到咱咧讲啊。对啊。赢4分，你垒上的走者倒来嘛较2分尔。对啊。你只要甲最后一个出局数甲解决，比赛就结束啊。对啊。所以说，咱常常讲吼，但是迄个适当的暂停是最重要。最重要。对。有当变输赢的。是啊。输赢的关键。对啊。第9分，新德冠徐玉成的打击。今仔日新德冠的先发投手，这球啊，讲出去安打2分啊！
啊，其实坦白讲啦，福国嘛不要紧，福国嘛福国无一定简单，啊，讲着2分互你嘛。是啊，这2分其实对比赛也无影响。也无会，也无遐影响。是啊triệu成伫第6局讲出一支2安打，伊支2安打6点真好啦，吼，那个正话也会煞边，两人出局，哇，再见三振，啊，咱恭喜着苗栗县摕到这场比赛，嘛是这届比赛第1场胜利。咱即马请咱这个戴教练，甲咱做一个赛后的感评。是，这场比赛吼，其实双方面的表现都真精彩啦。吼，啊，其实不论是推啊手也好啦，吼啊投手也好，尤其咱头讲的，我苗栗第一投手，伊表现了真好。啊，过来是讲吼，其实真无彩是讲新德管理6局上半吼，有甲分数扭平啊。其实为后壁咧录的选的队伍吼，我都扭平吼，其实有机会搁赢啦。真无彩是讲后壁搁4分搁失去。不要紧啦，比赛打开始啦哈。因为这后壁因这预赛第1场马啊，搁6场比赛，啊好啊把嘛有机会进入决赛。哦啊，今仔日真感谢戴教练的感评，嘛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是吴国洲，咱后礼拜再会。